歡迎嚟到讀聽新聞，以下內容來自11月7日雨一嘅 Facebook 專頁。吳彥祖琴日喺社交平台分享同太太 Lisa S 嘅幕後花絮照，兩個人並肩化妝 set 頭，吳彥祖一臉神清氣朗，Lisa 就妝髮都未開始整，素顏示人。吳彥祖喺貼文感嘆，話係佢哋婚後首度聯袂上陣，同佢哋第一次合作相隔咗整整23年。當年兩個人拍拖初期仲係地下情，俾雜誌安排一齊影相。隔咗咁多年，今次係佢哋正式攜手一齊工作，好開心咁話。罕見嘅夫妻檔合作，留言區都好熱鬧喎。有網民讚吳彥祖好靚仔，亦都有人表示佢哋越嚟越有夫妻相。不過有更多網民替吳彥祖擔心，事關認為佢上載咗太太嘅黑圖。有人好關心咁留言。呢張相 Lisa 係咪批准你發㗎？所有老公都要學習，喺發文之前要先問老婆呢張相出唔出得啊？我記得 Lisa 以前由皮膚到面相都唔係咁樣㗎噃。亦都有人表示，哇，認唔出係你太太喎，驟眼睇仲以為係你嘅男性朋友。點解有兩個吳彥祖？仲有網民認為相中嘅 Lisa 同蔡一智撞樣，留言問係咪蔡一智？其實今年7月，吳彥祖分享咗一家三口闖亞馬遜雨林嘅短片，片中嘅 Lisa 狀態並唔差㗎。下次吳彥祖都係要好好揀下相啦。